容量瓶的使用。將樣本溶喺溶劑裏邊，溶劑嘅用量要越少越好。將樣本溶液轉移到容量瓶裏邊，用水沖洗燒杯同玻璃棒。將沖洗液加入去容量瓶，沖洗數次，將沖洗液加入去容量瓶。將蒸餾水加入去容量瓶至到瓶頸，再將蒸餾水緩緩加入，直至液面底部到達橫線。將容量瓶倒轉，同埋不停搖勻。